Hello，大家好，呢度係逆林逆數，我會用數字經去幫大家解讀運勢、感情同事業。今日嘅主題係獅子座嘅好消息，2026年8月嘅好消息。我準備咗3組唔同嘅數字，佢哋係冇任何特殊意義，只係作為今次嘅能量指示。第一眼覺得最順眼就去揀嗰一組，跟住我會抽每組對應嘅資訊牌同關鍵字，因為呢個係大眾解卦，唔一定對應到所有人，所以中1至2項就 OK 噶啦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就開始。第一組742，第二組3916，第三組508。揀好嘅話，我哋先睇第一組。第一組嘅朋友，我哋先對應下資訊牌：石榴石、甘肅、迪士尼、紅樓夢、7月、離島區、內蒙古、STU、馬來西亞、吉隆坡、葡萄牙、里斯本、麥加大清真寺、獨立清真寺、山東泰山、靈魂伴侶、頒獎、有人聽日 day off、野蚊嘅體質、海灘或者海附近。我係小忌廉。土耳其安卡拉、瑞典斯德哥爾摩、匈牙利布達佩斯。休息同埋恢復嘅地方：智利聖地牙哥、佛山祖廟、釋迦牟尼佛涅槃日、理想型、觀音菩薩出家日、XO 仔、率時夜晚7點至9點、9月品牌 Casio、袖玉、面上素、江蘇、夜瞓、癌症、小年、雙數樓層、茶精、唔食辣、鍾意用大袋、有冥想習慣、有人失約、裝修輕車風、拳擊、柔道、摔跤、空手道、跆拳道。手錶格拉蘇蒂原創，減肥失敗，鞋碼36號，唔識得煮飯，有長期服用避孕藥，酒精過敏，心情沮喪。印尼雅加達、希臘雅典，有肩有紋身，新疆七夕，籃球8月。第一組嘅朋友，我哋會抽2張牌，第一張係今個月獅子座嘅好消息，第二張係佢嘅寶牌，分別2張。揀第一組嘅獅子座朋友，你抽到嘅牌係風山佔卦同埋雷山小過卦。首先要恭喜晒呢一組嘅朋友，我見到呢組牌真係好激動。你呢一個風山佔卦係包含非常之多嘅好消息，佔卦象徵住緩慢咁樣前進向上嘅發展，而右邊嘅雷山小過卦，佢講緊嘅係你今個月做一啲小決策、小行動容易成功。呢一組係有4個好消息。第一，你嘅事業佔卦係講緊緩慢咁前進，你喺工作事業上會穩定突破，而且仲得貴人助力。例如係啲擱置咗嘅項目重新開始啦，合作又可以推進啦，工作上嘅小事順利，細節又到位，每個問題、小問題都可以解決到。你嘅工作能力俾人睇到，亦都俾人認同。關於獎金嘅事都落實。佔卦入面女歸吉利貞，佢暗示住你會有貴人運，長輩上級、老客戶都會主動幫你，尤其是係女性嘅貴人特別多。第二個好消息係你嘅財運，正財回暖，偏財少離，講緊嘅係你正財，即係你嘅工資獎金項目嘅回款係逐步到位。
你喺之前付出嘅開始有實質嘅金錢回報，而偏財小利嘅意思咧，講緊如果你本身係有副業或者係有兼職啊，你將會有小額進賬。第三個好消息係感情方面啊，單身嘅你會發現你今個月係魅力爆棚，喺聚會啊、職場啊、興趣圈入面咧，啲桃花係非常之多，而且非常之容易遇到啲欣賞你、三觀契合嘅對象。而對於戀愛中嘅獅子座嚟講，你今個月你同你嘅 partner 感情會更加穩定，你哋之間嘅一啲矛盾會化解，關係會破冰，甚至乎你哋會規劃未來。第四個好消息係你嘅人際關係，你嘅圈層會被優化。你今個月好大機會咧會結識到一啲優質嘅人物，進入一個更加適合你嘅圈層。即係簡單啲，你升 level 啦。呢個新圈子嘅拓展咧，係會令到你嘅口碑同埋影響力都會有提升。揀第一組嘅獅子座朋友，今個月對於你嚟講係漸入佳境、少過則吉嘅月份。你嘅核心思想咧係穩中求進、務實又低調。占卦係帶你慢慢起飛嘅，但係咧雷山少過卦，提醒你要守住你嘅節奏，守住你嘅本心。呢組有人好中意去寺廟，有人中意思考人生，有人對玄學有興趣，或者係業餘人士。有人有宗教信仰，同觀音菩薩有緣，有好多女性去揀呢一組。有人嘅理想型就係佢嘅靈魂伴侶，有人好中意玉石，好中意水晶，因為覺得佢哋有能量。有人而家係去緊旅行，或者 plan 緊去旅行。有人有做運動嘅習慣，或者係自細就有學一種運動。以上就係第一組全部資訊，再一次恭喜第一組獅子座嘅朋友。第一組嘅朋友，如果想加深同我嘅連接，可以 click 右下角 subscribe 我 channel。我哋而家睇下一組，第二組嘅獅子座，你揀嘅係3916。我哋先對一下資訊牌，準備出門遛狗，習慣用藍筆，手機剩返20% 電。巨蟹座，英氣有輪廓感，嚟緊大姨媽，寵物係鼠類。Y 二石，脾虛，大陸任，屋企裝修，變石，剪紙，觀音誕，平安夜，冇食早餐，生肖牛，另一半係白人，廣西桂林麗江，梅花易數，人生第一桶金，業緣，換香水或者係用咗新嘅香薰，地鐵，東京，紅色唇膏，年初二，星期二，父親節，品牌馬克雅可布，心血管疾病，長隆旅遊度假區，手錶伯爵，手錶朗格，觀音菩薩出家日，午時中午11點至1點，子時夜晚11點至1點，未時下晝1點至3點。葡萄牙，啱啱嚟大姨媽，住喺20樓以上。江西、湖南、立春，裝修奶油風，雙性戀。5月，黑龍江，古蹟或者紀念館。生命靈數，手或者腳生水泡，愛計較，愛面子，鋼之煉金術師。醫美，習慣咗一個人面對好多事。淋咗雨，桃花眼，體育世家，台灣。第二組嘅朋友，我哋會抽2張牌，分別係獅子座今個月嘅好消息，一張係主牌，一張係副牌。主牌、副牌、
揀第二組嘅獅子座朋友，你抽到嘅卦係兌位澤卦同埋坎為水卦。首先左邊嘅兌位澤卦，澤亦為喜悅，所以你今個月係一定有開心事發生。跟住我哋睇埋右邊嘅坎為水卦，呢兩個卦加埋咧，暗示住係有開心事發生嘅，但係都有啲險，有啲坑，你要自己小心。但係因為兌位澤卦係主卦啦，所以你都係唔需要咁擔心嘅。我哋先講下你今個月嘅好消息，你都係有4個好消息㗎。第一個好消息係關於你嘅桃花或者感情。首先今個月單身嘅你會發現你嘅魅力爆棚，桃花數量係極多，同埋質量都好唔錯。兌為澤卦，兌亦為口，為悅，即係吸引。講緊嘅係你一開口就好吸引人，你一笑又好迷人，你一出現就成為咗焦點，仲會有異性主動追求你。你今個月好容易會遇到真心人，脫單概率極高。而戀愛中嘅獅子座，你今個月你會發覺你哋好 sweet 啦，溝通得好順利，而且感情升溫，更加穩定。跟住我哋講下你第二個好消息，係關於你嘅財運。主卦入面嘅兌亦為通亦為利，講緊係你正財運啊，業績好，獎金唔錯，仲要做得開心，仲有可能有加薪嘅機會。你努力咧就會有回報噶啦，今個月。另外一點，如果你本身係有做一啲小投資嘅話咧，你今個月你嘅偏財方面係會有小利減漏嘅機會，即係一啲意外之財，但係好細翳嘅，好細嘅數字。第三個好消息係你嘅人際同埋事業啊，兌卦再加坎卦，代表住你哋會溝通得好順利，團隊和諧啊，咁自然你哋做嘢嘅項目就會順利，合作就會成功啦。最後一個好消息係你哋嘅情緒同心態，今個月係開心又自信又強大，情緒又穩定。唔知你遇到啲乜嘢，定係或者你諗通咗啲嘢，令到你成個心情大靚，又或者係你今個月有好運加持啊，所以令到你成個人氣場全開，自信爆棚。你呢個狀態我只能夠用吸引力法則去形容。呢一組有人有偶像包袱，有人對眼好靚，水汪汪嘅，有人對自己要求好高，接受能力好強，有人好鍾意古董，有人好鍾意歷史古物，好有興趣，有人工作能力好強，有人好鍾意獨處，有人係丁克，又或者係不分主義者，有人係吸引渣男嘅體質，有人同觀音菩薩有緣，有人對玄學有興趣，係業餘人士，有人有玄學方面嘅天賦，特別係鍾意一啲關於數字嘅嘢。以上係第二組全部資訊，再一次恭喜第二組嘅朋友。如果睇緊視頻嘅你想加深同我嘅連結，可以 click 右下角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啊。我哋而家睇最後一組，第三組揀508嘅獅子座朋友，我哋對下資訊牌同關鍵字：愛計較、飲緊花茶、月經啱啱完、戀愛腦、返緊屋企路上、散步、體重80kg 或以上、用無線耳機、演唱會或者係地標建築、波蘭華沙、床邊有抱枕、稀有血型、返工需要着制服、體重50kg 或以上、殘疾、軟飯男、月光族、減緊脂、夢尖解夢、品牌朗琴、Kuromi、盂蘭節、最近有場考試、搽緊 hand cream、ENFP、INTJ、有人喺外邊嘈緊交、獅子座、去咗書展、愛國、唔鍾意食蛋黃、大男人大女人、西藏布達拉宮、福建、南靖土樓、泰式按摩、東南亞、港島區、小狼狗、鬼滅之刃、啱啱做完家務、鍾意朱古力、修行者、慕強、重組家庭、香港7·1回歸紀念日、裝修美式鄉村風、寵物小精靈、啱啱發咗朋友圈，翡翠油青種。
講嘢直接坦率。韓國朝鮮大量咁拆快遞，換咗香水或者用咗新嘅香薰。桃花眼，中東變石，玫瑰花泡茶，安徽宏川西遞，捷克布拉格，內蒙古呼倫貝爾草原，觀音誕。第三組嘅朋友，我哋會抽兩張牌，分別係獅子座今個月嘅好消息，同埋一張寶牌，分別兩張。主牌。副牌。第三組嘅朋友，你抽到嘅卦係山澤選卦同火風頂卦。首先恭喜晒第三組嘅朋友，選卦喺呢度講緊嘅係，只要你心懷誠信，大吉大利，無災無禍啊。而頂卦補充嘅就係你今個月會萬事亨通。第一個好消息係關於你嘅財運，卦辭入面講有夫緣吉，代表住你只要真誠待人，貴人會從天而來，做咩都會大吉大利，好運擋唔住。仲有卦辭所講嘅利有攸往，佢嘅意思係你嘅事業、感情、財運係全面推進，機會係主動上門嘅。而選卦亦都暗示住選下益上，其道上行。佢象徵住如果你放低小慾望，專注大目標咧，短期付出就會有長期大回報，運勢就會一路向上。越努力，你會發現你越幸運。正財穩之餘咧，你仲會天降橫財。如果你又做開小投資，你會發覺今次會有大回報，或者今個月你會收到紅包，或者係禮物，或者係中獎，擋都擋唔住。第二個好消息係關於你嘅桃花感情，你今個月係魅力爆棚啊！你啲桃花係主動啦，仲要係正緣扎堆啊！單身嘅你今個月嘅桃花數量係多，質量又高，非常之大機會遇到你嘅正緣。而戀愛中嘅你今個月好大機會會同對方談婚論嫁。第三個好消息係關於你嘅人際方面同埋事業。你今個月好大機會會有升職加薪，同埋會收到一啲重要任務，仲有機會成為核心被重用嘅成員添。我會用前途一片光明去形容你。另外一點，你會發覺你今個月去到邊都好似好受歡迎，人緣好，有人幫。啲小人好似一下子全部唔見晒咁。最後一個好消息係你嘅情緒同埋心態都非常之好。你今個月好開心啦，內心又變得強大，情緒又穩定，而且成個人好似煥然一新咁。總之今個月咧，你會覺得你好似好運加持，人生開掛咁。呢組有人好隨興，有人係 E 人，中意周圍去，有人好敢於付出愛，有人中意有能力嘅人，慕強，有人六親疏離，有人會發啲預示嘅夢，有人同觀音菩薩有緣，有人係吸引渣男體質，有人好注重養生，有人屋企父母或者係自己有離婚嘅能量，有人自己嘅事自細就自己做主。以上係第三組全部資訊，再一次恭喜第三組獅子座嘅朋友。睇緊視頻嘅你，如果想加深同我嘅連接，可以 click 右下角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。今日嘅大眾解卦就到呢度，鍾意呢條片嘅朋友可以點讚、關注、留言俾我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